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慧君，欢迎继续收看福气来的282嘅好食生在线哈。但接下来认识到2季好食，未来了解到菜体嘅特色。今天呢係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頭嚟上一個禮拜2年嘅2年時間，台灣各地嘅農學士是否都有辦相關嘅活動，本大家用了解消費嘅方式來響應環保同愛護地球。然後呢，在食東西嘅食嘅東西嗬，在吃的啦，接着就會吃到當場係應該嘅嗬。韓國呢你下年也講便利商店啊，做下先買得到青菜了到，接着呢就唔會想講了解食物啊，所以就係對你未來嘅。不過呢要到了解貴嘅醬油嘅韓天嘅產品哦，就會本人都關心講上來嘅年頭係同呢位咯，今邊呢來小解嘅嗬，算係春天嘅茶姊妹哦。你下呢會日日來分享對花蓮水妹來嘅先來小解是係偉翔阿翔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彭偉翔，來自花蓮，然後今天非常開心可以來到就是客家電視台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在花蓮的產業，跟我們在花蓮生活。你講到花蓮嘅產業，就係小家本身種茶，韓國亦都花蓮嘅生活嘅一個情形啦，嗬。真正嘅後生人睇睇都會去到出眾去打拼喎，因為美上嘅用乜留到花蓮家下添就留大家講，接下來韓國來手機坐到順風嘅嗬，兩隻都係冇強中型嘅一個研究過啦，即係阿成好。大家好，我係子宇璇，我係來自花蓮，同朋友大家來花蓮教，大家好。好，嗱，講到一開始都愛請大家來花蓮了哦，我想家下聽咪做認真留大家來小嘅花蓮，所以要呢就會好了好教嘅啦，嗬。我係想講食茶，講真實咧，學好食茶嘅朋友，對啲喺花蓮嘅武學也代表天窗而講唔會生疏啊，嗬。啲嘅蔬菜算係喺花蓮也代表來講哦，即係一定出名嘅種茶嘅蔬菜，啲比上哦佢自家本身嗬，木卡來講做種茶種一舊咧。對，我們家種茶的話，從阿泰開始。阿泰嘅下就開始來種茶，有一多年了呀。對，到目前為止將近70年有。70年嘅時間咧，嗬。對阿泰，韓國阿公嘅樹頭鄉，到爸爸嘅樹頭，也講真係後生人嗬。從我轉到也嘅花蓮來做嗬，也上班下聽說我有一隻高層嘅嗬。也下我就上來問下，而都按用咗有70年嘅時間咧，嗬。都嘅下到花蓮咧一個。我講武漢咩？武漢算係一個大範圍咩？你都有下口天嘅位嘢喺度內嗎？武漢大的地理位置，它是其實在位於瑞穗鄉。水米，好。水米，瑞穗鄉它其實是在於說，它是在瑞穗鄉的比較偏南部的地方。然後它有一個地方叫武漢台地。一隻台地，它平頭嘅蔬菜，對，它平嘅蔬菜。對。然後但係武漢台地它有分，就是說台地上面，還有就是周遭的一些村落的部分。台地上面就叫沙巴點，然後我們叫也係乜嘅名？沙巴點。也係當地嘅人，唔係按樣講嘅名。沙巴點，它沙巴意思其實我們那邊其實是，它算是客家跟阿美，就是一個村落。客家同阿美族就有喺度一嘅一種狀態。是，對。然後沙巴是阿美族的用語，它是木板的意思。係乜嘅？木板。表嘅意思。木板，然後其實就是說，我們在遠看，我們從紅葉或是瑞北這個地方看武漢這地方，它就很像一個平坦的木板。對，所以它叫掃把。故所也係見到嘅嗬，就係按樣來看到、聽到，也愛上來手機嘅嗬，就係天亮咯嗬，也係很用嘅來嘅嗬。韓國人也透過畫面咪做一啲看得到，也真係嗬，也係茶園度嘅安靜嘅，也就講見韓國一摘茶，係全部都係手工摘嘅嗬，也下來講呢度嘅茶嗬。學講到也一樣，像NDV 嘅環境來講嗬，係特別適合來種茶嘅。那個地點的話，其實就是說，人家說得天獨厚啦。雖然說我們的海拔不是非常的高，然後再就是說，可能就是會有一些就是地理位置上的問題。然後，但是我們的優勢在說，就是早晚溫差大。即係就算按部來講呢，會下冷掉嘅嗬，天時會下冷掉嘅嗬。故所呢也做得適合來種茶。早晚溫差大，再就是說它的那個它容易起霧。會起霧煙。對。是，然後再就是說土壤的一些因素，它非常重。奶牛奶牛咩係動態原因？然後它就是比較適合種植一些茶樹、果樹，然後都非常非常適合。咁樣。
型啦，做迄做的种茶，要做的种的也都果子也都全部做清楚懂适合，也做讲到因个环境甜食啦吼，甜食韩国因个也搭配跟奶油也都啦吼，好古早也都来讲睇过后吼，而自家本身来讲吼，阿太阿公阿爸，你都算係天時台嚟咧吼。哇！你自家家下講到上一來種茶哦，自家本身細嘅下你有上過去種茶冇？所以對一個人講唔講國小也係國中，做咩寫一個文章講捱嘅資源係做嘛嘅？家下你就上去種茶了沒？其實沒有呢。小時候的工作的話，就是其實大家不知道會有一種觀念吧，就覺得在工作就是在工作。其實小時候不會，以後可能就會不會想要做這一行。想愛自家出去摸杯做自家想愛做嘅事情，你自家好嘛嘅？我學電子，資訊電子。資訊電子嘅吼，好來也應講也上過啦，大家分享到也條部分過後，也下愛揾順係呢，好多順項嘅也阿成來講下吼，阿成也阿上佢本身就係唔講種茶嘅，好冇下做種茶，而也下算係都也茶園地方度來聽書，講到也而做來鄉親朋友講下吼，你老阿上係本單做熟師也係樣嘅。本來就熟識嘅，你就係朋友啦。有兩三本來係都係朋友嗬。太學時就熟識嘅。我都學生時代就熟識嘅。錯。安樣型啦，嗬，也都我講到你咩係花蓮人咩？我唔係花蓮人，我係龍潭嘅行業。龍潭咩行業？錯。你有冇對呀做茶安有興趣啊？條班人講咩做茶呀，但是保密社就冇種嘅。就來其他片聽書。好來，阿公嘅下學本身就係種菜，就係咪算係要講茶人都安尼。龍潭嘅搭嘅，係錯。因為記得龍潭嘅搭嘅咩要一道蔬菜嗬，身來咩係要講茶人嘅啫。係啊，龍潭本身就有種凍油茶啦，條擺啦，落條擺咧。一下都冇按到咧。喺你細時節有印象冇下茶人種茶，嘅下都冇。嘅下都冇咧。係就從嚟爸爸細時節就冇咧，冇種茶咧。安樣好，就係太好時代兩三年就係好朋友。木卡本身係頭個有種茶，唔過自家本身頭個有講木卡可能落地係有種茶嘅，也咩冇可能講係有按有興趣啊，就走來花蓮嘅，係嘛間原因本。即係不用睇呀，應講到可能按到嘅資源，自家就走去花蓮入邊。我感覺花蓮哦，係就東後嘅地方啦，很適合就是旅遊的地方。很東適合來聊。來聊嘿，我都想講吼，以後一天花蓮一天係東後嘅地方，就做得發展起來。一天做得發展起來，有茶有做得去聊，聊兩個東西就結合起來有冇？一天係東後。也係馬街啊，也係看到也相片。老太家分享下，我依個比同釣魚嘅啦，嘅我興趣啊。你嘅興趣係釣魚嘅？係釣魚。也咧。佢就你視察還是個滷水有條蛇就捉起來搞咧。蛇狗誒，哇！真係就唔會驚咧嗬。哎呦，都也個把啲生物研究嘅，像老也都用太自然嘅，也都動物也好啦，大家可能會驚嘅也都細動物都搶人都係好朋友嗬。都好搞啊！安樣嘅，好嚟看到嘅嗬，好也夫婦啦嗬。另外咧講都係來入邊花蓮係有好山好水，係講而知道係老了嘅好素材。而來以外，來到花蓮要上講愛貼片做物嘅嘢係講係要物嘅貼片仍然本上嘅來源。係要真嘅研究講哦。係本身係行業嘛。本身係行業。還有花蓮那個地方沒有懂到嘅行業。但是嘅文化上嘅吼，一定會冇共用。我相信過去幾片看看，見到咯可能原住民，可能福佬人見到嘅文化融合，交係很用白嘅，用白人嘅就冇共用嘅。對呀，食譜來講，食譜嘅環境，可能就係啲福佬老客家，就係都龍潭入搭嘅啦，
错，差不多。太体係安陽型，韓國可能就係較下後來嘅吼，也講講到佢哋嘅目標樣，就係講到38年過後來嘅吼，一條朋友，像也條就係人哋都視譜下到，不過都花蓮也偏真實嘅吼，就係講到嘅吼，老年出名朋友嘅想講文化嚟講吼，佢哋融合過後，生落係一種新嘅文化啦吼，係像哇，真正係來入邊係相信你嘅書法咯，已經動到啦吼，好講到入邊啊，像你到2-3年。就係本身你都來到花蓮之前哦，你有特別做過其他條路嗎？有。做乜樣嘅條路？我頭擺做業務嘅，賣葡萄糖麥芽嘅。哇！葡萄糖麥芽，也算來咪係食嚟啦，嗬。食嘅東西。也還未算係過來做食咧，唔過就係對也個年頭開始來做意思，所長動到。做。哦，講到也阿上，唔知佢本身哦，再講嘅下些嘅下當然都冇想講，進來會下來，應講講茶葉來聽書做茶葉的哦。唔過呢，我看到按到嘅一個資料地方度就講，退伍。天天都進來會下咧，即係講做畢咩？大學畢業過後，學校畢業過後，做畢做睇嚟就進來會下聽書咧，幾輕鬆嘅咯，那時想到誒。其實那時候也想了很多，其實在退伍的前3個月就在想這樣的問題。就是說，自己對於就是說其他的，比如說我自己本身的專業，自己本身好嘅，自己本身專業以外，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去完成的？像有些人是想要去澳洲遊學啊，或做什麼的。那其實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啊，然後其實平常放假，像退伍放假都還是有陪老爸去茶山看看茶，然後聊聊天，聊聊以後說想要做什麼。然後那時候老爸也有提的，就是說，其實有沒有想過說回來家裡這件事情？其實我說有想過。他說沒關係，就是你如果覺得有更重要的事情，就先去做，沒有關係，他不會。阿爸咩懂民族呢？唔會逼講我進來。不會。後來就是說，如果沒有更重要的事情的話，其實家裡這一塊其實也是外面學不到的啦。然後他好好經營的話，其實也是不錯。對啊。然後其實當下我就有想過這樣問題啊。然後那時候又回到軍中，其實。越接近越特，應該人家說越開心。其實我開始就有開始笑咧，對，就是壓力大。唔單止笑，壓力咩動態咧？會不是會開始就是茫然吧？都唔知講，退伍過後，算係到底要做乜嘅？對，年輕人可能當然都上學啊，也下愛去出國去讀書，一個出國去頭先講遊學打工咩？嗬，一個愛離開故鄉出去冇去打拼咧？嗬，即家算來要做乜嘅？嗬，也真是也到應講的一隻歌唱來講，哇呀，要做一隻集體冇安改啦，嗬。但不過我還是有出去走一走啦。但其實最大轉變是一退伍那時候我開始出發吧。出發出去玩那10天啦。哦，一到10年的時間。本來預計是說應該可以停留的一個月，在外面這樣去看看走走，然後甚至就是說有可能不錯的工作吧，然後可能就會可能投履歷就會下去做這樣子。其實差不多其實第一站我就開始就會我覺得那種壓力會就開始慢慢就越大了。因為第二也是去朋友家啦，但後來也看到其實同年的朋友，甚至他們不用當兵嘛，然後開始有些正煩惱說，找不到工作，要做什麼？然後有些就是感覺好像不能說有點不要那種感覺吧。哦，真是嘞哈。對，然後後來就覺得說，還是真的不好吃靠哪裡？那時候還沒有想到說要回來了，對。然後那時候就在想說，我是不是一定要走我自己就專業這條路？然後或者說，我覺得再給自己幾天時間來看看吧。然後直到其實台灣還沒有才會還半島而已吧。半島那時候就真的就覺得真的會想回來。好，安陽見啊，吼，即係來分享，上也來分享到嘅，即係講喺見樣嘅轉到不下吼，上喺轉來不下來聽書吼，因為上禮拜有兩個講什麼嘅，一禮拜來2-3研討講咯吼，睇下對一個迄講田中農村嘅印象，喺咩下田講喺路邊嘅然後做來講中嘅一隻情形嘅吼，也係後生人哦，會改變人嘅想象咯，然後加下甜哦，會開放現場嘅天花，喺講鄉親朋友有想愛打天花來現。
点钟，来问问题，也係共同去分享嘛，該全部做會得咯，先到也為止來聊下咧。